为了表现出魏家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，当有金主提出想与陈大卫结拜兄弟时，陈大卫决定，既然结拜，就必须要有仪式感。为什么要这个杀人祭天？以投名状嘛，比较独特吧。对象是怎么物色的？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，随便哪里找，反正就找个陌生人。被害人马某德就是那个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，因为不服园区管教，当时被扔进小黑屋正在关禁闭的他，被陈大卫随机选中，并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，最终从一个黑暗走向了另一个黑暗。开枪将这个人打死以后跪拜结拜的时候，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？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？那不是一个人吗？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没什么感受。